D C A， 我而家真係忍唔住要爆啦！包石啊！師傅要爆劍氣啊！係爆掌風啊！錯，我要爆嘅係我哋楊門太極嘅心法。嚇 D C A。嚇！錯。想了解我哋楊門太極心法 PDCA， 就一定要知道佢係點嚟嘅。從前有個商業大廈，裏邊有間辦公室，辦公室坐咗個審核員，佢喺度審核緊一啲嘢。俾佢揾到呢個商業大廈，裏邊有間辦公室。辦公室坐咗個審核員，佢喺度審核揾人一啲。佢揾到呢個商業大廈，入邊有個辦公室，辦公室入邊有個審核員。可唔可以繼續審核員又揾到啲審核員又揾到啲嘢。夠鐘出發咯喎，預備好未啊？預備好啦。心理上。好，咁你應該知道我哋香港品質保證局做啲乜嘢㗎啦？知道，核數㗎嘛。唔係核數，係做審核。我哋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嘅主要工作就係做認證審核，仲有嗰啲咧就係、總之我哋就係同各行各業嘅運作系統做系統審核。我知㗎啦。入嚟嗰陣時我都了解過下嘅，咩 ISO 9001。9001嗰啲紙上談兵嘅啫。入咗後台。咁你對於今次嘅行動有啲咩計劃咁啊？計劃。計劃啊 ，plan。冇時間啦，都啦。頭先你講咩話？我哋而家咧上咗嚟直升機咧就唔使咁大聲㗎啦，一陣間咧我哋就會飛上1000尺高空兜個圈。1000尺啊！高空。好穩啊！你都學得幾快喎！好勤力咁去嘟喎嚇。我知嘟啊，我 check 緊嘢添啦。咁唔該你幫手俾埋啲意見，等佢可以 at 幫改善個運作系統啊。得啦，冇問題冇問題。
有啲唔舒服咁嘅？我冇嘢，你專心做你自己嘢啦。啊，李雲基佬啊！上次我嚟審核嗰陣時啊，佢帶咗我上呢個定翼機啊，點知幾過癮啊！過癮喎！你知唔知佢哋冇買登機票㗎？有咩事起上嚟，公司保險係唔包㗎。嚇？你唔知嘅咩？人在風暴中，無奈的打轉，如像風沙，也須兜轉。無奈的疾衝，無奈的堅轉，曾熱的面孔，自缺少溫暖。你今日 plan 咗未？聽咗啦，係咪？如果一陣有咩事就 plan 乜都冇用。咁我可以do啲咩咧？冇。如果你有冇睇過監獄風雲？裏邊真係三山五岳乜人都有。緊要啩？只要我哋好努力咁去 check， 到時間就收工㗎啦。冇講咁多 ，at 啊！ Action！ 兩位早晨，好禮貌嘅。各位監朋友做翻自己嘢得㗎啦，坐一坐啊。監獄嚟嘅，唔好叫佢得監聽唔明。得啦，要專業嚴肅，呢個明知故問啊嘛，唔知咧就更加要問。如果唔係咧，就點樣幫佢哋持續改善啦咁我哋又咪要留難人哋？我哋係本住 PDCA 嘅精神，到各行各業幫佢哋 check 一 check， 揾個錯漏。只要佢能夠做到個優質服務，都可以攞到嚟 ISO 嘅認證。咦？咁點解懲教署咧會攞呢張 ISO 901嘅證書㗎？其中一個原因係，如果你囚犯能夠喺監獄裏邊接觸到 ISO 嘅認證，咁將來出去揾工作都會容易啲。咦？咁我哋呢份工都好有意義喎。不過夠鐘收工。爽快，有冇爽快？爽快。係出閘啦！頭先咧好彩冇人 call 我咋，以為我人間蒸發咗添。打啲冇。冇力翻轉頭啊！唔老禮嘅。生於世上有幾個自己，多少友誼能相處。今日結你同你，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這有就見，那天也定能對手。PDCA Handle Check App PDCA。唉，計劃嘥氣啦，麻煩嘢咁多，救火先啦。PDCA 即係計劃咗先，咁咪即係防火咯，咁自然可以救少啲火㗎啦嘛。PDCA 啊，PDCA。唉，一起得打。PDCA 啊，Handle Check App。 PDCA 做咩持續改進啊？
咁遲早咪碌翻落嚟。咁你哋有決心啊，要堅持，要質量為本啊嘛，即係第一次就要做好，培養一個好習慣，咪可以持之以恆咯。呢個係 PDCA 嘅循環嚟㗎嘛，PDCA 咯。做好自己嘅崗位，努力工作，做好自己本分，咁有咩問題啊？你哋太過自以為是啦，咁投入咁工作，一定會有盲點㗎嘛。咁你做起嘢嚟同瞎子摸象有咩分別啊？PDCA 啊 PDCA 計劃行先，大鄧伯伯唔係講過話摸住石頭過河嘅咩？ PDCA 咧就只不過系統上步驟嘅原則，其實 PDCA 無終無止㗎嘛，一環扣一環，摸住石頭過河，冇話唔得㗎，做到以終為始嘅計劃就係最好，所以 PDCA 啊。咁 PDCA 邊個要做啊？梗係我啦！PDCA， 相信大家都已經了解 PDCA 嘅真義啦。PDCA 作為一個系統審核員，我經常要好投入、好專注咁樣忘我咁喺各行各業裏面審核。久而久之，我都有機會忘記咗我自己係邊一個，所以我會做到好似水咁。喺有形與無形之間做呢個審核，適合各種嘅環境，了解問題嘅所在，咁樣先至可以喺有限嘅時間發掘無限嘅可能。審核員唔係某個行業嘅專家，亦都唔係顧問，唔可以教你哋點做，佢只可以發掘呢個盲點。不斷觀察，不斷搜尋，不斷觀察，不斷搜尋。心經有云：觀自在菩薩。咁乜嘢係觀自在呢？觀察自己的在，觀察自己的在，喂，你在嗎？在。真係。我喺度 check 緊每一個我。我係咪你？你係我，你係唔係我？我又唔係你，邊個係我？個個都唔係你，邊個係你啊？個個都係我，你中意邊一個我？我個個都中意，點解？因為你哋嘅存在，見證咗我做審核員嘅職業生涯。To act is to do， 活出你嘅人生。To act。
PDCA。 Plan do check it。原來師傅之前經歷過各行各業嘅審核工作，仲喺裏面工作流程悟出呢個人生大道理。佩服佩服。好啦，我已經將我楊門自公心法 PDCA 傳授晒俾你哋啦，你哋可以下山啦。師傅，人生一條路，係咩路啊？走條 PDCA 優質之路。